天理了都两边没有了中年，天理有变作是才给猜题，因为两边有河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走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，太上场了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走在前面都一大游戏。天理了都两边没有了中年，天理有变作是才给猜题，因为两边有河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走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，太上场了，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走在前面都一大游戏。係講乜嘅？我冇食話飛吧。只要冇上看下佢一年條田都冇辦法識條路，真轉嚟看佢幾多擺啲，啲係看幾下時間都比人哋較多。小蘭，我講安尼話唔係故意啦，幾好點點嘅生意出安尼唔驚佢哋，你當然會笑啊。也拜託，阿米斯哦，後來所中，你都是掠條用掠太。發生安尼事情一定會急嘅，他當然啦吼，替想一下啦。嘿，安樣也唔係條路呢，單單嚟靠派出所沒辦法。派出所是每月2、3十天的，講係嘛係，都想講佢安尼前面到阿飛哦，一每天帶佢做咧。我想講吼，阿飛一日天都帶做來，無掠帶吼，我本人看無點嘢。唔講有人喎，天前地個人來。我對方吼是一島人啦，問題是是講吼唔難嘅，我個啲情況同情況由我天數來冇，係用較島人。認真生意啊？對啊。但係我看見四方人警察留言啊吼，全部攏有假幫呢。啊，那安尼好點點嘅就走去留言，安尼好下。เป็น警察得到哪樣？你一家買錢，我相信吼，面都好辦事啦。錯喎，面都好辦事咯。跟咯，你得個人喎，有天錢嘛？阿弟也來錢可哪啦？笑死我了！我看到小杰，他去查参赛者名单的，看看有没有小伟的名字。你不要扭扭捏捏的好不好？那毛毛虫呢？想不到，他们练那么久，我怕我上去会砸人家场子。你镇定一点啦！你上台演唱才是最佳的演出啊！你想想看，万一小慧有来的话，我们台上台下都有人，不是比较保险？你假装开口唱就好。我看还是算了啦，他们练很久，我去那边监控。监什么控啊？你这么醒目，一眼就看穿了，还监控呢？不然怎么办？不然你就大声唱我跟你讲。
你有没有找他们名单啊？有，我刚去问过主办单位，可是他那个没有叫中文会的啊。我在想说，如果小慧啊有参加比赛的话，接下来，他可能不会用真名。6号参赛者韩奈。那，那是不是小慧？小慧，我快去找她。二哥，怎么？他唱完好不好？小鬼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她哎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家出走，知道这场比赛一定对他很重要，不然他不会出现在这里。所以让他唱完。好了。如果对你来说，唱歌是很快乐的事，就要让观众感受到你的情绪。如果怕看到他们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想像してみて，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。何よりも自分が楽しまなくっちゃ。歌い手が緊張してたら聴いてる方も緊張しちゃう。最重要的是要把快乐的感觉带出来。快乐的感觉带出来。笑顔。笑顔。打从心里笑。笑着唱吧，就像你以前和外婆一起唱一样。轻吹，让我慢慢回忆。
谢。小魏，小魏，我很好，不用担心。你到底在干嘛？你马木很担心你耶。你跟毛木讲，等事情办完我就回去。小魏，阿伟，你唔嚟？冇腳到。有冇腳到？啊，国文哥，你不要怪阿伟哥啦，金是故意的，而且才会动手被青岛。你呢？来前面啊！你就这么按金咯啊？你讲唔免，你就你去演做做做起来。哎，你不忙先啦，你做警察来，你来暗示这事情做不了事，你哪个东西啊？好啦，按你讲法喏，你还警察是去做事情呢？你按你迄妨碍公务敌无？哎，我是阿西送你好啦，管你妈，其实好啦，咱唔讲哦，见人家来将你来，要两个中人咯，明仔日父亲你嘿。你咩哪个东西啊？歹势啊，歹势啊，我上迄前年的警察今年啦，好无？你先转移啦。哎，我是阿西送你咯，这董事长是当拜托我来请这一年。歹势哦，无论你妈人啦，按你做妨碍公务啊，来了就做伙人做起来。我敢唔惊啊？我唔惊迄无。哎，我唔惊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歹势啦，我要请啦，好无？你阿国文哦。对啊。哦，电视是诶。好啦，金叔。系呢啊，应该老向心态啊，讲较人情地话啊。安尼，你阿年少提分上班哦。歹势啊，哦，我上个小会应该咧台东市啊，应该唔难请啦。好嘛，又嘛个小事，再个通知嘛，好嘛。好啦，啊，无拄安样讲的啊，无拄马土啊，啊，较肯去互你请，啊，请到咱带落本来咧，好无？已经请2摆咧，请警总啦，拜托警察。啊，咱拜托啊，好无？好，啊，拜托嘿，先啊，转移啦，先转移，先转移。咱拜托警察啦。实在哦，安尼啊，建应该老向心态啊，讲一下啊，较人情地话。歹势啦。我们这样逃走，就不知道比赛结果了。你不觉得可惜吗？结果又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把歌唱好就好啦。真的？嗯。干嘛？我唱得不好？我觉得你唱得非常好。真的？嗯。其实这一次多亏你教我的方法，你告诉我要把快乐的心情唱进去。我站在舞台上就不会害怕了，而且完全的投入哎。你很聪明哦，马上就抓到诀窍了。那是当然。先带这个吧。啊。拜托，这是我爸上带的耶，那么老气，给你带，自己带。这个也很好看，很帅耶。先前没看到人也就算了，现在人就在眼前，还带不回来。你们到底有没有精力在办案呢？
还是因为你们觉得这不是大案，破不破都无所谓？秀兰，你话不要说的那么严重。要不然你给我一个交代嘛。阿伟改造，你们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说清楚。没有啊，就国恩说，因为相亲朋友到现场去惊动小慧，才会让他跑掉。你安尼怪哪样无？佮当时那些朋友打电话同人讲，福建去撞人，你也无去撞人，安多安慢，你又唔承认唔错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指责我没有办法接受。明明就是我们警方已经先到了现场，然后准备要收网的时候，相亲朋友跑进来大喊大叫，完全破坏我们的行动了。要不然我们早把小慧带回来。等一下，慢人呐就冇做唔错啦。哦，我们现在就尽力救小慧嘛。啊，人呢？人在哪里？还不是找不到？可是至少我们知道他跟一个日本人在一起。是啊，我跟阿伟哥还看到他们一起上了同一台车。阿伟，究竟怎么一回事啊？就那一天，我跟国恩取消我们原本的计划的时候，然后我和小杰一路骑回派出所，经过三里站附近，就看到平交道对面，小慧跟一个日本男人上了一台车。讲到个小慧啊，上我那一次讲一场之后没，安尼开台甲要到按摩行，了到生年哦，是猜的。阿伟哥，大家都拉已经做成個講正經講咧，對佢拉已經從來做正經。停車！冲牌咯，你想下我鸟嘿？唔係啊，你頭家係唔係小慧？唔係啊？唔係啊？冲诶，小姐，我叫这谁来啊？这位老小慧强他给日本人啊？日本观光客没？小慧！小慧！我们正要追过去的时候，火车来，火车一走，人也不见了。对啊，这点我可以作证。无跟日本人，这我非常肯定啊，因为那个日本男人就是之前我跟文怡在清水公园的时候，他有来跟我们问过路。那奇怪哦，不会啊，人家给胸口那呀，只是证明说小慧一开始就跟那个日本男人在一起，而且他为了回来拿东西，还串通那个日本人把我跟文怡骗开。我想，小慧很有可能是被人家诱拐。小慧跟一个日本男人在一起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都怪你们啦！平时没有管好小慧，才会交上坏朋友。你有把她当做自己的孩子在看吗？都是唔能管得安严的，去推人创果也唔做唔得，安尼也做唔得，安尼也做唔得，还有钱要听少啊？你讲错唔错？你说我管小孩太严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表弟死得那么早，我不出去工作，怎么养小孩？那你规家人为日本时代都办理推动单，规家人拼到要死，顿间社会休安泰，无是安样的咯，敢做唔得？好的啦，我们就再想办法就好了嘛。首长，嘿啊，喂，安内，鸟，小慧有请到无？冇咧，也阿本的吼，咁来都人也很不理解你。首长啊，到今明日开始，一天都加强训咯。希望人我对伊是贵庄的人咯。阿叔，你个意思？喺日本，错啊！日本人啊，也就外国人吼，根本就留人台湾的警察来看无啦。阿叔，
无非天数嘛。当然爱天数的啊！珠山啊，统统系所有的关系，一天都留社会纠正啊。哦，阿雄啊，来，落来地波长上啊。奶奶，很有请到吗？对了，那个帅哥美女，我问一下你们哦，你们是不是在赶时间啊？哦，是啊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其实也不会啦，就是偶尔出来走一走也不错啊，出来飘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你们两个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就这个方向一直直走下去，在前面放我们下来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出去自助旅行啊？还是说你们是找女朋友？还是说要被那个家里人追啊？应该会去台北参加比赛，给通知记录的没？来叫我去喏。咱真紧走得去哦。是啊，会去就去啊。是讲，俺汉底去台北一定有时间，去看影咩啦，吼。好啦。不过小慧较忙青岛，明明差到一步是在咱岛机咧。大概你唔是少啦，下摆袂清记啦。会讲你系阿肥的，你会去哪喏？讲正经啊，系讲现在，哪有当到地方在本年就青岛啊？俺想嘛系啦，不过恁这到现在，俺就袂少啦。来，两位这边请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这是你们的房间，明天早上7点用早餐，请好好休息。啊。谢谢。啊，好棒哦！啊，明天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哎呀，啊！还是小心一点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其实很容易被发现。你一定觉得我很自私，什么都不说，拉着你到处乱跑，只是要参加歌唱比赛。其实我这么做，不是为了拿奖金或是得名，我是为了我外婆。我外婆身体一直不是很好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。我知道，其实她心里很不开心，不能像以前一样，常常带着我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唱歌。我对妈妈说，我可以唱歌给她听啊。我要在电视上面唱歌给她听，让妈妈开心。希望妈妈的病也可以赶快好起来。
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家人呢？我妈，算了吧，她一心只想赚钱，叫我念大学，她根本就不知道，也不在乎唱歌对我有多重要。今天我可以站在舞台上，可以向她证明，我是有实力的。哦，之前我不是要你帮我拿回那条编织手环吗？其实那编织手环是马木编给我的，它就像是护身符一样，只要我上台唱歌的时候，就不会害怕，不会怯场。我懂了，可是今天好像没有看到你戴手环。对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在台上发现我没有戴手环，会吓死了。可是我一想到你教我的方法，很快就让我克服了。我都没有好好跟你说谢谢。就像你说的，你是靠实力办到的。谢谢你。哦，我会。啊，明天我们回龙田村，再把你的事情一起完成。好。那我先睡了。晚安，雅叶。我是你。我雅思密。你叫我光靠这个秋九项链帮你找到线索？对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借我看一下。啊！喂，小慧哦。
哎，你人在哪啊？好，我知道你很怕，你说密语好了，你说密语，我去救你。没有人诱拐我啊，我会回去啦。拜托你，你到底在哪里啦？那个日本人对你怎样啊？姐，我打电话过来不是要听你讲这些啦，我是要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事啊？姐，我问你哦，你知道有一种蝴蝶啊，它的翅膀啊后面是黄色的，然后呢，它的那个翅膀旁边是黑色锯齿状，你知道这种蝴蝶吗？你问这要干嘛？你知不知道啦？那你先跟我说你在哪里。哦，那算了，拜拜。哎，等等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你外婆，还有你妈啊？姐，你帮我跟外婆讲说，叫她记得下午2点要看音乐台哦。什么东西啊？中文会，你回来啦。好了，好，拜拜。毕业时用，算落去啲乃要大天发咯。按你讲起来，基因国汉做咧嘴网讲的，嫂嫂，其实你讲的还有几飞啊？我会记得日本的，毋伫甚至都，你个面嘛该。还看按你啦。我再去分局的外事组问一下，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日本人入境。喂，幸福。哎，你说，有这种事啊？好，我等一下马上收。谢谢，我们会多注意。好。分局那边打电话来说，最近有一个日本歌手被通缉，然后涉嫌性侵女歌迷，共提他年纪推动，说要我们这边多注意，共讲的迄推动人。推动人，是猜哦。小慧忙起到，很多麻烦的事情。松半夜像给的查给你不你嘛，都俩忙的消息。涉嫌性侵。首长，有看一下哎。Jackie 啊。老小慧跟我来。di siya ha. Hai mungkin sali papi sarata-rata nga ta ko nang kakataran ni siya hoy sa ayaw i. Insay taray aratok sanay.这次的昏迷应该是大量细菌感染造成。我有查过他的记录，他这几天晚上都没有睡好，应该是压力造成。我回去会再调整我的药物，不过你们也要小心，老人家年纪大，让他多多放心。
见啊。那我们不是进不去啊？没关系啊，我们等他们离开。我们喝酒。怎么都没看到人啊？本来就不要跟你同一组的，那是首长分配在一起，所以不得已才跟你同一组。对啊，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找？大家好好的没有？不要再吵了啦！按什么事这样？什么讲我们不行呢？你们慢慢讲好不好？都是纯血老的要面对嘛。你把个事情慢慢讲，有什么事情这样哦？你去干，还你去买你？我可不能这么多人，有kamu. Ada事情慢慢讲啊。Karena kita satu pemikiran, kita turun. 你快一点，好不好？ 安诺你，叫赵宇。赵宇，我叫猪肉堡，小白潜逃，注意小本。看到鸡腿查的，伫动用的素材啊，佮看到零件的，天天捌条子照摕啊。敢迄阿飞的干掉啊？眼珠唔伫的，但里面眼了飞跟你说无啦，父母在后动的，讲拄了眼珠欠，纯粹嘴硬唔伫，你个咩嘛会贵的，眼老爱呢搞房加长多的，全中无只有时间出版。哎呦！ 锁住了啦！我姐已经把它锁住了。OK， 你在那边等我，我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，等我啊，不要乱跑。OK。Ken， 你看那边的，这边我来看。好好。 Ken， 你那个项链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？这个跟这个好像哦，应该就是这个吧？黄赏
凤蝶。它上面说，它的栖息地在台湾的东南部，大武山500公尺下。大武山500公尺下，哎，我好像知道在哪里哦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哎呀，请坐。高中有才能呢。Yesus sama, Yesus sama, ukami mauni.